甄子丹有多敬重李小龙呢？切勿估人後無來者嘅。甄子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李小龙迷，那你知道他当年崇拜李小龙疯狂到什么地步吗？2025年11月25日，甄子丹出席了在香港举办的李小龙诞辰85周年纪念活动，李小龙之女李香凝也应邀参加。甄子丹说自己之所以走上演艺这条路，对他影响最深的人就是李小龙。他小时候在看完李小龙的电影后，曾把家里的扫把锯断做成一个双节棍，然后照着李小龙的动作去练习。但是双节棍这种东西非常不容易把握，他经常被自己打得头破血流。他说那个年代他们穿的都是长腿袜子，他出门时就把双节棍塞到袜子里去，然后再学着李小龙戴上一副眼镜。同学们见到他后都喊他李小龙。Bruce Lee。我们从早期甄子丹练功的影像可以看出，他不管是姿势还是状态，都与李小龙极为神似。为了向偶像致敬，他还在1994年参与拍摄了陈木胜导演的《精武门》电视剧，开头还特意打上了致敬李小龙的一段字。当时很多人认为甄子丹是在刻意模仿李小龙的动作，但是甄子丹表示不认同这个观点。我唔係模仿李小龍啊，我係向李小龍致敬啊。